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23日，香港新盤市場持續暢旺，新地西沙灣 CLS 加快登場。繼日前上載樓書後，昨日已隨着公佈首批單位價單。此外，今個新盤市場成交不乏豪宅物業成交，豪宅新盤持續暢旺。盈大與資本策略合作發展，位於中環半山紀連拿里的雅盈峰，昨日首錄成交，共連沽兩伙，以招標形式售出16樓 A 及 B 單位，實用面積為1029及1074平方尺，成交價分別為4296.075萬元及4961.8萬元，車價為41750及46199元。與此同時，建浩地產發展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昨日亦錄得兩宗成交，其中屋苑5號洋房實用面積4693平方尺，並連有前後花園，最終成交價高達2.46億元，車價達52542元。買家為來港多年的外籍企業家，過去一直租住半山豪宅，目前轉租為買，入市購入南區洋房。另一宗成交為8座地下 B 室，實用面積1097平方尺，成交價達2768萬元，尺價達25232元。買家同樣為外籍人士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